请问这个弹性上下班，台语安怎讲咧？好，美秀这边是春秋工时，是安怎咧？咱看家己安排咱家己的时间，是要较长上班，还是要较短上班？所以讲，我的答案是春秋工时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是自由上下班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时间你家己在你调配的嘛。你较早下班就较早上班就较早下班。所以自由自在，互你选。歹势，我的名称就是春秋工时。我的名称就是自由上下班。来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，演一遍。好，大家拢是我这边春秋哦。嘿呢。这讲春秋讲真正哦，会知影台语的人，较知影什么叫春秋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下阮秀美啊，姐姐，来。春秋就是讲无遐尼固定的，无自私安尼，所以讲你会当有当时你要较早，有当时要会当较做安排，是春秋。那咱这边的老布丁的咧，我嘛是选这春秋嘛，春秋嘿，就是讲有些较长，有较短，有些较早去，较晚去。对啊。但是工课嘛是爱做。上下班自由就敢若爱来唔来安尼，安尼无好。惊会乱去啦，对老师讲了有道理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答案是美秀的春秋工时。袂歹哦。听好听，春秋工时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2张。嘿，学的咧。嘛得到2张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嘿，就是讲要安怎还弹性这个物件啦，因为重点是弹性嘛。所以讲迄个会当春长，会当求短吼，这种会当有春秋的空间，所以讲较适当的翻译是安尼，春秋工时。是，所以讲我问老师者，老师你要定下出国安尼行行的无？有啊，台湾嘛就去足侪个所在。我日本我嘛伫日本待过，伫巴黎待过，伫加拿大嘛待过，伫中国咧做考古。所以讲咱今日要去的国家，咱嘛唔知去倒一个，咱嘛唔知影。好，咱即摆先来去看卖。好，这里你若看到重点，就紧来吹去哦。好哦。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伊的名3个字哦。哦，甲你讲哦，景点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3个字。我看起来外国，哎呦，哦呦，哦，老师知影。老师，开旋门。开旋门倒一国？法国。巴黎。伊讲伊伫遐待过呢。哦。来，问老师一个哦。老师，开旋门对唔对？正确。哇，厉害！分数啊，加落去。终于得到3000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啊看落去。对啦，开旋门。我以前住在后边。在后边。好，我想这吴教授来解说更较清楚啦。就是简单讲就讲，当然这是一个法国巴黎一个象征啦，吼。我感觉要紧的是，这是一个因咧纪念为国牺牲无名英雄的一个重要的所在。所以伫个这个法国国庆日的时，拢会有伫遐有一寡仪式。所以这是介重要的吼，都唔那是讲真水的一个建筑，一个开旋门尔，吼，伊有伊的历史的背景伫遐。以上。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刷落来要播出的这个影片内底的是一个高科技的重镇哦。高科技的重镇哦。是2个字哦。2个字哦，高科技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安尼啦，因为高科技啊。重镇哦，2字啊了。 2字啦。哦。加州唔是定城市，不是一个镇哦，伊是重镇。但你放弃啊？哎呦，无紧拿你凊彩讲2字出来，凊彩讲2字出来。2个啊，新竹啊，新竹哦，袂歹，高科技的重镇。水无唔对，好来老师新竹对唔对？
歹势哦。啊，真正。你娘个真明显呐对啦。啊，伤软啊，伤软啊。是啊，好来，咱搁继续看落去哦。吼，互你好啊想一个哦。来，继续。嘛无，这简单呐，恁个公司伫咧遐啊。是啊，你甲提出来好啦。即摆吼，美国所有的高科技拢伫遐。讲唔对啊，应该是伊讲，啊，我咧会使讲。袂使袂使，一人一摆。对啊，还是你要甲提示一个？明显啦，等还是要甲提示一个？恁赢遮多，甲提示一个。屁股。啊，台语。来，切。夹果。什么果？石果。石果。哦，会使哦，袂歹哦，看起来有成。好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，伊讲的石果，你要用英语讲看卖无？哦，英语哦。你我可以讲英语啊？可以讲英语的。Silicon Valley 啊，Silicon 国。是。应该是安尼啦。Silicon 国。你要讲一个无？我袂晓。不要紧，伊已经跟你讲啦。给我讲。Silicon 国。Silicon 国。哎呀，Silicon 国。袂歹。我这样算吗？交流啦。拄则你用英语讲的迄个方式是 OK 吼，因为咱有做侪外国的地名，无一定有传统的台语方式去讲啦。所以你若讲直接讲 Silicon Valley 吼，还是讲你都要讲Silicon 国。当然，Silicon 国会较听袂出来讲到底是咧讲国家还是咧讲山国啦吼，所以会当直接用英语讲。啊，你若直接要用汉字的台语音去读的时阵，这字较特殊的是，伊的音咱可能无法度知影，无管就知影，就是伊是诗意악石，所以你若照读来讲是石国。你若要照读是石国，安尼啦，就是这两字汉字来讲啦，对。请问，食蚵仔煎甲臭豆腐拢适合配的海山酱，为什么会号这个名呢？是因为原料有山菜甲海味，还是使用方法包山包海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你通啊问你的队，通啊知。我救人嘿。还是你家己知影？你家己知影无？时间要到，紧切了。安尼啊。嘿，看你要用这条命无？拢适合的啊。是。还是你家己要先用，包山包海好啦。啊，你无要发救人，你家己要决定就对了。伊嘛唔知啦。嘛是。嘛是有影嘞哦。因就知影食啦。嘿啦。包山个包海啊。包山个包海。哦，好，来看一下。使用方法包山包海，对唔对？啊，唔对啊，都唔对啊。水。好，恭喜得到高清咯！对啦，哇，6片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这是民间啦吼，会讲啊，就是用豆油果、姜吼、甘草吼，这物件安尼去调的这个酱料吼就是主宰你要运也好，要煮也好，要做一用途就对，所以就有人安尼来封这个名。不过若是就音来讲吼，你若是包山包海，4字连做伙读的是吼，包山包拢有变调哦，唔是包山包海，是包山包海。然后这个海山酱呢，其实这个山煞变做用文言音去读哦。就有的人会讲，无人讲海山酱吼，拢是讲海山酱。对，这是一个趣味的，就是讲是讲包山包海，不过伫个名内底伊煞用文言音去念。以上。请问边溪咧放天灯最有名的，在清国的时代，遐个居民吼会伫遐开始放天灯，是为着要保平安，还是要吓惊山贼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救命的！哎呦来哟！万年考救命的啊！嘛是爱互因在。星期来，来。嘿，你试来，是要保平安，还是要吓惊山贼？正常来讲，应该是爱保平的正常啦。按讲，若是出个遮尔济，有可能有限制。哦，我是感觉吓惊，吓惊山贼，保平安，吓惊山贼。我感觉是吓惊山贼，吓惊哦。你感觉是吓惊山贼，妈妈咧？
我感觉是平安丁，是爱报平安根本伤简单啊，哈，冰东西就是平安。咱较单纯的，唔免想伤多。系啊，是安尼。清国时代的清国诶，较古早，可能历史老师会知。哦，不过这老师袂当甲人讲时代啊，老师都已经好无要赢啊，佮甲你讲。国时代，对啊，清国时代啦，行山插咯，嘿行山插咯。不平安也是迄件。清国哦，可能有插掉啦，有插刷擦，刷擦，刷擦，刷擦就刷擦。好，好来，定啦，来，迄件刷擦对唔对？哇，慢一拖，慢一拖。拍摄啊啦，拍摄啊啦。啊！简单的。哎呀，不要紧。查某擦。平安就报平安啦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嘿，就是即马的风俗啦，报平安，因为一方面即个天顶嘛无啥物吓惊的作用嘛，啊，而且就是若有啥物土匪贼过来吼，啊有部分的人会去山内面吼，啊即马要互因知影即个已经无即个土匪走啊，所以用放天顶来做信号报平安安尼啦。请问是大人咧讲的接卡，是咧讲查甫搁娶的对象，还是收养的客囝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是查甫搁娶的对象，系啊，还是收养的客囝？来，教授看过救人啊未？是画过啊，画过啊，哈。安尼袂使搁问啊。哦是收养的客囝，还是查甫搁娶的对象？客囝，确定吼？你确定哦？收养的客囝对唔对？接落啊。接卡。对啦，客囝对啦，对啦。无唔对。来，老师咱请解说。哦，这哦算台语开口，台语特色的词啦，吼就是即个搁娶还是搁嫁即种的。嘿，叫做接卡啦，所以书店内底有这个举例啦，讲伊坚持无要做人的接卡的，安尼就是讲吼无要做人迄个搁娶迄种的。嘿，啊，不过伊嘛有另外一种意思啦，吼，就是讲接卡嘛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讲接线意思。所以可比讲啊，因接线来就是接卡来，就是接线来的意思安尼。对啊，所以就即点来讲是迄个搁娶搁嫁迄种的。